喺中山，我認為最具有核心價值嘅公寓項目產品，當然就係呢度啦。富源108天譽呢度位於旗江新城嘅東區片區，出門就係18號線嘅地鐵出入口。與之為鄰嘅，仲有我哋千萬豪宅大平層。呢度半公里嘅生活配套非常之完善，有旗江河啦、人才公園啦、富日 Top Park 啦、Coco City、中山城軌北站同埋中山高鐵站。聽講最近呢度搞緊特價，單價8000零蚊起。今日我哋過去睇下究竟咩情況。好，首先我哋睇下62方670尺嘅呢個單位，入到嚟咧，呢個單位就好似我哋普通住宅複式單位一樣嘅，該有嘅廚房、客廳、餐廳以及陽台都俾到你啦。重要嘅，佢呢個6米高嘅中空客廳，中唔中意啊？呢個咧係3房2廳2衛1廚房嘅一個格局，一樓會有一個房間，2樓咧有2個房間。其中一間咧仲係套間嚟嘅，咁呢個單位咧就比較適合一家大細翻嚟旅行居住，平時度下假嚟用噶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過嚟睇一個細單位啊，46平方504尺嘅，同樣都係複式單位。咁當然中空客廳係俾到你嘅，呢個單位咧係2房1套間嘅戶型。咁1樓呢邊咧，我哋係做咗客廳啦、餐廳啦，同埋廚房以及公共衛生間嘅區域啊。咁房間咧，我哋係整體做咗喺2樓嘅，我哋鏡頭打下上去。2樓係2個房間1個套間嚟㗎。咁呢隻戶型咧就比較適合我哋單身貴族啦，同埋情侶翻嚟度假旅行啊，住下係非常之 OK 嘅。咁呢個位置咧有個特點啊，我哋可以望下出去，喺呢個窗望出去就係我哋成個小區嘅園林，可以睇到泳池嘅。夜晚坐喺呢度望出去非常之正啊！同樣呢個面積段，我哋仲有一個特殊嘅戶型，係可以做到3房2衛嘅。咁當然靚嘅嘢咧，肯定係需要現場慢慢睇、慢慢嘆嘅，係咪？如果睇咗個朋友仔動心嘅、中意嘅，可以隨時 call 我啦。